昨昏的比赛除了定向越野以外，羽毛球、网球甲篮球嘛小连续起鼓。羽毛球的项目，咱有7个选手摕到头一个胜利。咱若网球甲篮球，咱的代表队表现啥款？做伙来看卖。 台湾网球选手王俊伟这场比赛面对印度的选手积极进攻，别个对手是被动防守。比赛后段对手开始拖时间，王俊伟的情绪有小可互伊影响到，不过伊正紧就调整好势，连续摕2盘赢对手。虽然已经是第4遍参加听学，不过伊讲拄开始也是紧张。看到这么多人，还是有点小紧张啦。但是后面有放得比较开一点，所以就还 OK， 慢慢就调试一下。伊若第1遍参加听学的贵在玩家左相虎，伫第1轮就被淘汰。左相虎对手是中国选手，一开始拍了袂歹，先摕到第1盘，不过尾就拍甲无啥顺，连续输2盘，无法度晋级。 第2盘的尾端之后，感觉有点逆风，有点不顺，就是打起来有点卡卡的感觉。然后就想说第3盘看能不能拿回来，可惜这是差了一点点。过来看篮球，男子甲女子篮球预赛，咱第1节拢对波兰。 男子队对汉造正好的波兰拍起来正吃力，一开场甚至被拍出21比0的攻势。尾是靠一粒3分球才总算提分，不过实力甲对方有差，上尾38比112输。女子队进攻也一直拢无发挥，失误过多。 上尾24比68输给波兰。所来第17，除了羽球甲网球以外，台湾代表团的电竞、保龄球也有射击项目也开始比赛。希望台湾的选手伫所落来比赛会当有好成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